最近一礼拜天气阁湿阁冷，全台湾有220来个人伊毋是因为受伤，也毋过送到病院进前，就已经无喘气、无心跳咯。伫台北市有学生可能是温度变化上过大，坐公车的时雄雄唱冷歌，讲袂出话。伫新店有Uber驾驶是雄雄伫车内失去意识，天气的变化是真大，所以提醒大家要爱特别注意。查某囡仔面色无好，坐伫咧派出所休困，医护人员赶到位，再去病院。在医院等一下，你妈会到哦。这个学生坐公车当中，雄雄拼唱歌，无法度讲话，稳将驶去台北文山，经过医师初步诊断，疑似是气温变化甲伤过忝，造成黑暗型。配合将学生送医检查，初步研判可能因气温变化或身体劳累导致晕眩，所幸送医后并无大碍。同款是天气较冷的关系，20日透早，新北市嘛有好人人落雨天伫咧随风街行来行去，规身躯一直皮皮喘，警方接到通报赶紧处理。民警第一时间赶往现场，一起提供保暖并细心关怀。镜头转来新店，20日下晡有Uber运将驶去青山路要载人客，社区的警卫爱伊驶向前，伊煞无插伊。这个看发现运将失去意识，最后抢救袂回来。是不是天气冷出事，要个等待厘清。天冷的时候要特别当心心脑血管疾病及呼吸道的疾病。那另外的话，有一些高风险族群，例如年纪比较大的，或者是你们有慢性病三高，也要尽量注意好保暖。根据消防署统计，因为肺创伤疾病到病院无喘气、心跳，最近一礼拜全台湾已经有226人。尤其咱台湾这几天天气雄雄降低，转做较湿冷，体感会较寒，就要穿较少咧。公视新闻陈冠勋、陈宏毅台北新北报道。